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觀看鄉土非遺雞隻飼養技藝嘅紀錄片。喺開始呢一系列嘅紀錄片之前，我想同大家介紹下乜嘢叫做香港嘅非遺，亦都想同大家講講咩叫做雞隻飼養技藝。我哋國家係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嘅締約國，而作為國家不可分割嘅一個部分，我哋香港自然應該要喺我哋嘅社區群體裏邊，以及一啲非政府組織嘅參與底下，確認同埋確定我哋境內裏邊嘅各種非遺項目，並且製作編製一啲非遺清單作為保護嘅基礎。而我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府喺2014年6月就公布咗首份嘅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，並於2024年12月公布更新嘅非遺清單。非遺清單裏邊，我哋基本分成咗5個類別。5個類別嘅第一項分別係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，第二項就係表演藝術，第三項就係社會實踐儀式和節慶活動，第四項就係有關自然和宇宙知識和實踐，第5項就係傳統手工藝。呢5個項目加起上嚟咧，一共係507項，裏邊咧亦都包括咗咧第5.100項嘅雞隻飼養技藝。根據雞隻飼養技藝嘅描述，裏邊提及到咧，農戶發展咗一套配種、繁殖同埋飼養肉雞嘅技術，仲有知識。接下嚟1連9集嘅紀錄片，我哋期望咧透過香港資深嘅雞農同大家嘅分享，等大家咧可以從中了解香港呢一項技藝嘅發展同埋歷史，仲有相關嘅文化內容。今集就等我哋回顧雞隻飼養技藝嘅歷史啦。1950至到60年代，香港雞隻飼養業開始崛起，大型嘅養雞場逐漸出現，滿足咗本地需求同埋技術。養雞嘅規模同生產嘅效率亦都有顯著嘅增長。喺呢個時期，傳統嘅養雞方法逐漸現代化，並且咧為日後嘅香港禽業咧打下一個良好嘅基礎。新界同上水爆發嚴重嘅雞瘟，大批嘅雞隻死亡，雞價飆升，農戶血本無歸。政府緊急介入防疫工作，政府開始推動防疫改革，提供平價嘅疫苗，亦都派員支援農場轉型。70年代，政府大力推動養雞訓練班，鼓勵農民轉型專業化，雞隻飼養亦都逐步進入科學化管理嘅時代。面對雞瘟流行，新界養雞戶開始接種預防疫苗，並且改用科學飼養方法，提升生產穩定性同埋防疫能力。不時爆發嘅雞瘟疫情令部分農場被迫停業，農民提前部署防疫，避免雞隻大量死亡帶嚟損失。新界雞場超過4000家，總產值超逾1億4000萬。政府推動機械化同埋技術改良，養雞業面對成本上漲、雞價波動、雞農叫苦連天，政府推動技術援助同貸款支援，幫助農戶渡過難關。雞場數量上升，引發環境污染問題，政府成立委員會巡視農場，推動改善廢料處理，確保環境與公共衛生安全。1997年12月29日，香港首次爆發致命嘅 H5N1 禽流感，全港撲殺100萬隻活雞，畫面震撼，全城恐慌。禽流感之後，政府加強防疫措施，漁農處職員喺文錦渡抽取入口活雞嘅血液樣本，作 H5 病毒快速測試。活雞重返街市，市政官員親身視察，市民仍有戒心，但係市場逐步回復生氣。2002年禽流感威脅再現，政府再次撲殺活雞，務求防止疫情蔓延全港。2004年，所有運往批發市場嘅雞都要預先通過病毒測試，保障市民食得安心。2005年11月13號，政府加強宣傳，教市民點樣去處理雞肉同埋雞蛋，預防禽流感由市場入屋。2006年，懷疑野鳥感染禽流感，漁農處即時入村巡查，要求居民交出家禽以策安全。第二日，處方繼續逐家逐戶搜查，推動清除家養雞隻，社區對政策反應不一。2008年嘅12月，元朗農場爆發疫情，一日之內撲殺6萬隻雞，全場封閉消毒。為咗防止病毒擴散，整個雞場都會灑滿殺菌粉，白茫茫一片，好震撼啊！專家聯同漁農處巡查農場，檢查雞舍生物安全，
防疫措施越趨嚴格。2010年，政府推動本地雞場現代化，官員落場觀摩人工受精，支持本地活雞供應鏈。官員聯同大學專家落區巡視，逐隻檢查雞隻，確保冇任何病徵先可以出貨。2014年，政府巡視元朗農場，加強農場生物安全，避免再爆禽流感。2016年，長沙灣市場發現雞隻帶病毒，即日全場撲殺，黑膠袋堆積如山。2020年之後，政府陸續加強對養雞場嘅生物保安規條，列出詳細同埋明確嘅規條，以確保雞場嘅衛生。剛才咧，大家睇到好多關於雞隻飼養技藝嘅歷史，你會發現到咧，原來香港雞隻飼養技藝嘅發展過程裏邊咧，係會遇到好多唔同嘅危險嘅。咁當然啦，有危就有機。喺呢個危機裏邊咧，好多時咧，我哋只要能夠可以和衷共濟，政府同農戶一齊合作，好多時啲問題咧就可以迎刃而解嘅。我哋期望住啦，呢一項傳統非遺能夠可以長足咁發展落去。